继续关心新北市幼稚园饲药的风波，进前新北市的实质，传出某幼稚园哪亲像是发生甲囡仔饲药啊，检方有介入调查，是甲学生囡仔的尿甲头毛摕去化验，验过即马是拢无验出药物，昨昏检方专案无罪签结。以更为精确之意向层析串联质谱仪检测后，未检出苯二氮平类成分，再经采集该学童之毛发，连同该学童自今年1月起，平常所服用一般诊所医师合法开立之处方用药，一并送请法务部法医研究所进行检测，结果均未检出苯二氮平类及巴比妥成分。检方强调讲，检察官有去调查人证、物证甲事证，更有专业的医疗检验结果，拢无发现囡仔的尿也是头毛有药物的反应，认定专案是无牵涉犯罪，并无饲药啊，昨昏结案。